主啊，主，阮的上帝，感谢你，赏赐你的恩典甲祝福伫阮中间，互阮有这个福气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也要来明白主你的话语。愿你圣神甲阮同在，赏赐阮对你天顶来启示能力，互阮看见上帝你伫阮中间的旨意。愿你的话来激励阮，来造就阮，来祝福阮。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咱今仔日呢这个分享主的话上时也要伫后壁段，咱要邀请到咱的吴成平兄来做伊的见证吼。咱伫最近这几个月，咱有举行这个文图的训练的学校。这文图训练学校中间，咱其中有一个课程，这个课程就是讲，咱爱写家己的见证，写家己的见证。意思是讲，咱通过家己的见证去领会上帝直接伫咱身上所做的工，对咱的一个改变。因为这是活活生命的道理，毋是知识，是你家己生命亲自甲上帝相拄安尼。所以咱有诶用写咱刊伫周报；有诶用分享诶咱感觉讲，即个会当激励着咱每一个兄弟，咱家己诶信仰。但今仔日咱进入到6月初总是咱要学习诶，是咱伫5月份咱诶即个标杆人生，咱所学习到一个主题，就是侍奉主诶人生。所以我用即个题目甲咱三甲学习咱拄则有读过提摩太后书的1章9节到14节，9节到14节。但兄弟姊妹，这个经节咱拄则是用华语来读，但是咱经文是台语的这个台语呢，就是讲保罗伊对提摩太伫写的批中间，伊大声先讲起伊安怎受呼召来服侍上帝。小等咱会当通过这经文搁做一个学习，但是基本上一个上重要的前提是啥物呢？就是讲保罗伊毋是安尼突然间想到也是咱台湾来讲食着生果安怎半暝反正讲突然讲上帝我要来服侍你，这是袂久长的。保罗是家己亲自见证讲，伊要服侍主毋是随随便便、凊凊彩彩，是上帝的拯救带来着伊一个人生生命的改变，然后去体会着上帝已经早前就安排好，而且甲伊造就，来甲伊栽培，来甲伊塑造，来甲伊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带到伫服侍的道路。这段话好像伊就咧做伊的个人的见证就对啦咱直接来到伫这个后壁面的这个分享，这个标杆人生，咱已经进入到第5月份咱其实是6月开始咧读6月份，就是最后的一段咱是咧学习到第4项，咱的教会楼骹迄个大铁条内底5项的人生就是第4项，你受塑造，你互上帝甲你安排，互你有这款的恩赐，互你有这款的才调，互你有这款的人生的计划，就是为着要服侍伊。当然服侍请大家先有一种的概念，就是讲，毋是亲像咱今日主日礼拜，对早起到现今有出来徛伫头前的，这叫做服侍。因为服侍的层面是非常的宽。服侍的迄个范畴是非常的深甲宽所以咱就是去敲碎讲，当主你伫我内面，你的旨意是啥物？这是咱今仔日所要甲咱分享的咱楼骹的迄个大枝条内底，你有去看到第4项，叫做奉献家己服侍别人，奉献家己服侍别人，这是咱这个月所学习到的安尼讲就是讲。咱伫看见这个服侍别人，就是用
服侍别人来归荣光上帝，是一个侍奉的人生。咱若是简称就用侍奉就对吼。第四项，奉献家己服侍别人是一个侍奉，这也是咱这个人生的生命的图的中间，已经走到第三类啊吼。三类咱看这个棒球的图吼，已经到委身侍奉，上倒手边角这个已经第到三类啊。兄弟姊妹，当咱走到本类咱就得分啊。所以呢，请这个图放伫你的心内，你到底你的一生甲上帝的关系，你是走到一类呢，还是走到二类，还是已经走到三类？已经准备要冲刺，转来到本类啊。咱大先是用保罗拄则，咱读的经节是用保罗伊个人的服侍个案，咱来看讲，咱为何要为主来活，为着服侍主来活。即个你若有基本的一个信仰的徛在，你到任何所在，你拢知影你安怎服侍主。若无你讲咧，茫茫渺渺，到底上帝甲我的关系是甚物？保罗就是用伊的故事来见证着伊家己对上帝所领受到的吼。到一个，保罗伫提摩太后书4章6节，伊有讲一段话吼，就是咱今仔日读的是第一章嘛吼。伊到后壁，伊讲起伊家己的一生的一个结论就对啦。伊一生行到一个地步啊，准备要离开这个世界啊，所以伊讲的这段话是伊迄个心情，就是保罗伊家己感觉讲，我已经到伫我结束的时阵啊，我要结束要交束啊，我到底我算的到底是趁钱啊，是了钱吼，还是做了有顺序无？伊开始咧讲伊家己的故事，所以提摩太后书4章6节讲，当我牺牲家己献互上帝的时到啦。即阵就是我离开世间的事，因为伊受关，因为伊受压迫，知影伊伫罗马的政权的下面，伊若坚持的信仰，伊就无搁再有机会通伫遐来离开家国，所以伊甲提摩太交代伊安怎做一个上帝的工人，是因为迄是一个生命的传承啊。意思是伊将伊家己的人生做一个结论，准备要交棒啦，准备要将伊的迄个传福音的使命交互伊属灵的囝儿。第二，保罗有一段话是咱真出名的经节，咱甲伊号做侍奉者之歌啦。侍奉者的诗歌就是亲像安尼，保罗先生伊家己安尼自我做一款的对上帝的告白讲。美好的竞赛，我已经拼了，这是新翻译的台语吼。着行的路程，我已经行完啊。着守的信仰，我已经坚守。兄弟姊妹，什么人会当伫伊人生结束的时阵，咱有一句台湾的话讲，亲像盖棺要论定的时阵，伊伫主的面前讲：主啊，我上好的竞赛我已经拼完啊。一个比赛，我无论是走第一名还是走尾仔名，我尽力甲走到到，这是一个态度。咱常常看到运动场真侪感动人的故事，有时迄走第一名咱煞无咧注意，是一个已经受伤，还是跌倒高骨啊高，伊搁爬起来摆骹慢慢行。嘛有的是伊咧走马拉松的时阵，伊都无法度人搁走啊，伊用一步一步拖，一步一步拖。然后人已经走去休困，去洗身躯啊，伊还搁伫遐咧行，行到最后洗甲运动场最后一洗，大家等伫遐咧甲拍扑啊，这是态度。所以保罗讲上好的竞赛，我已经拼了。但是只要咱毋通甲误会讲，一定就是拼冠军才是拼，是你有经过迄个过程，你无放弃。着行的路程我已经行完，着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了。然后保罗伊家己有一款的自信，讲我。侍奉者得到的奖赏，伊讲，当有义的花冠，吼，咱旧的圣经讲义的免流啦，免流咱听较无吼，免流这两字台语已经无人咧用啊，就是你的皇冠迄个花冠，因为有人做迄个草花花，像咱这边啊是原住民吼，因前后做迄款花的花箍啊，滴伫头壳顶，
一个应邀就对。伊讲义的花冠，伊现在已经为着我准备好势。主公义的审判者，伫迄个日要互我，毋那互我，佮嘛要互拢总心无伊显现的人。意思伊追求的毋是世上的礼物啦，吼，讲吼荣华富贵，吼逐项好物拢我得到。伊所要得的是讲迄个荣耀甲公义。而且伊讲，即款的也毋是我独得的哦。伊讲是要互拢总心无伊显现的人。假使你若是一个追求较无心无主的人，你共款甲我共款要得到。所以这是保罗伊即三项吼，伊家己个人一个高效的时刻，伊家己做自我的判断。他保罗伊的人生的日子中间，咱嘛是看见到伊侍奉主的一种的态度。伊讲侍奉是出自上帝的选调。兄弟姊妹，你有去看见上帝选你要做甚物无？毋是我家己找家己指示我要做啥货哦，是上帝交代你，上帝委托你，上帝任命你，安尼才是要紧。拄则咱读的经在中间第9节1章第9节讲，上帝救咱，警调咱做伊家己的子民，是救咱佮警调哦，毋是根据咱的行为啦。哇，这个人吼，安尼烟头飘撇，这个美丽佮温顺，吼，安尼我特别敬伊，毋是，是透过上帝伊家己的竞选，然后讲是照伊家己的旨意甲恩典。意思是你有可能行为无介好咧，有人是捌犯案入监甲嘅呢，有人食毒吼，差点就要了性命去咧。但上帝到尾用伊哦，用伊出来做见证哦。上帝用伊来做工人，因为伊已经无退路啊。以撒颠倒是一生勇敢为主。我伫高雄的时阵，有一间病院，伊迄毋是基督教病院，但是有人志愿要入去病院做义工，做义工。中间有一个兄弟，后来伊是伫社会做事业做足久啊。但是，就是经过咱知影，一般的人有时经过人生一个波浪啦，有悬有低，到尾可能规个生活事业拢失败了，伊到尾反悔倒来主的面前，所以伊家己号家己的名，较早的名无爱用啊，号家己的一个片名，片名伊我无直接讲伊的名，惊讲有人熟悉歹势啦伊是讲，我就像一个戆人就对啦。我即马开始用戆人的角度要服侍主啊，就开始义工伫即个病院内底做迄个医疗的关怀工作。就是家己人生，家己到尾讲发现讲毋是我较早有啥物好所行所做，上帝互我荣耀，是讲我已经伫人生的骹步，家己拍拼，家己去软撞，无路啊，上帝佫甲你带倒转来。迄才有意义，因为这个人改变，所以上帝按照伊的旨意，亲像保罗伊嘛是讲我是万人中的罪魁呢，伊毋是讲我是优秀才来受选呢。所以伊讲这个就是恩典是万世以前，哇！你有奇妙无？你伫万世以前，上帝已经捌你啊！你敢知影？上帝已经点你，准备要请你来做代志啊！所以这通过耶稣基督来赏赐咱的。所以，若是对这经文保罗所讲这话，咱有几个学习。第一个，毋是按照家己的行为啦，有影。咱若是一生对细汉开始，我渐渐兢兢，我逐项事拢遵探主的旨意真正是优秀，阁优秀。这是当然上帝所祝福。亲像撒母耳对细汉就服侍主，伊就一步一路真做祭司，真做先知。当然这是上理想，但是讲安尼，我若行一步差，我偏离主我就无机会去服侍主嘛？毋是啦，上帝是看人改变的心意，是看人家己互圣神蒙着，伊家己专心要为主做工，即款的精神佫较互人感动。所以毋是你会晓做甚物我有甚物技术技巧，我有能力所以上帝才要用你。有时颠倒是人因为安尼来骄傲所以教会内底毋是需要一群安尼逐项拢足够的人，这需要无毋对，但是较需要是迄个谦卑的心，欢喜互主来采用。即款的人
才是主要用的。第二，乃是按照上帝旨意，毋是我家己要爱啥，是上帝旨意。所以保罗先生定定讲一句话，讲我是不得已，不得已意思毋是讲毋甘愿啦，是我若无做我就有知影啊。我若无传福音就有知影啊，因为家己深深知影我已经对互上帝救赎，我就无迄个理由佫陪伴啊，无佫迄个理由离开主啊。所以你若是有了解主的旨意，你就明白你服侍的位是上帝所祝福的位。毋是去共抢来，毋是去共赶走，我家己要做，毋是，是上帝爱你做。第三，咱的服侍主是因为上帝恩典，上帝恩典。咱伫教会内上大一个比较就是讲，毋是熬做优秀的人，教会就会复兴呢。有时说颠倒产生嫉妒，产生冤家纷争。所以咱嘛，常常咱台湾的教会有一句话有时愈高的人煞比这教会的分裂较愈大，因为伊大来杀伤力较大嘛。我若逐项拢袂晓，我就袂去害人啊。但是愈高的人有时，你若无有上帝的恩典甲慈悲，你若无有上帝互你的谦卑，有时你想要做偌好，但是无人甲你配合，安尼所做拢规日空空。所以明知影咱做无好，但是伊选择咱，意思是另外一个角度，你毋通定定讲，哎哟，这我袂晓的，迄我袂晓的，叫我要讲见证，我惊皮皮喘啦，叫我要唱条歌五音不全啦，叫我来服侍我无闲啦，囡仔细汉啦，哇，理由一大堆，请会记哩，若毋是上帝恩典，你要甲主讲我服侍上帝，讲毋免，有时是安尼呢，咱有这款态度，是你上帝互你福气，你才有机会来服侍伊。咱教会遮侪项的服侍，敢无一项你适合的吗？所以，咱对保罗先生所讲这的话，咱有这款的学习，就是咱被造、受造是为着要侍奉伊。意思你这生命是甲上帝相关联的，你甲上帝关系，你若无服侍伊，你受造的意义就减去啊。第二，保罗讲，我得到拣选，我得到救。我得救是为着要来侍奉伊。第三，我忘掉也是为着要侍奉伊。保罗呢，伫这个《使徒行传》内底有两段伊的见证，见证讲伊是安怎要服侍上帝。伫《使徒行传》的22章60到10节，伊在做见证，这是伊事后毋是当时事后已经伫即个官府的头前，伊咧讲伊安怎来受掉即条路来服侍上帝，就是伫大马士革咱旧的圣经讲大马士的路上，伊受掉的经过。伫使徒行传22章60讲，我要到大马士的时阵，在行路的时阵，到中昼，拄啊好有天顶有发光啦，四面在照着我就趴倒伫地面上。听见有声对我讲：“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压迫我？”然后有回答的声讲：“主啊！”伊讲我回答讲：“主啊，你是什么人？”伊讲：“我就是你所压迫的拿撒勒人耶稣。”然后伊讲：“甲我同行的人看见迄个光，毋过无听到迄个对我讲话的声。”意思是，伫即个大马士路上在透中昼，有一个光照伊。然后讲这话，边仔的人有看到光，毋过无听到声，敢若保罗听有对然后伊就讲：“主啊，我着做甚物？”主讲：“起来，入去大马士，伫遐我要将派你要做的事甲你讲。”保罗受调是一个足奇妙的经历啦，伊就是目睭去见着光，怎目睭无看到。然后伊毋知影什么代志，当对我若会拄到这款情形，因为伊是要大马士要迫害基督徒，要掠耶稣的学生咧，无搁一个光甲照，讲你去大马士，有人要甲你讲，我要派你所做的事。一个反对耶稣的人，上帝耶稣讲：“你来服侍我。”你看这有奇妙无？迄就亲像你还未信主以前，日暗的
迷信啊，骂耶稣，也是咧批评基督教。有一讲说啊，我要为主做工，我要为主做见证，这才是奇妙。啊，所以保罗伫遐做见证，伊目的是为着要来服侍主。搁一位马太26章19、16节，就是共迄个伊的讲述啦，两段。第2段，伊伫阿基帕王的面前，共即个话，伊重新见证讲啥啊，伊要来受掉，来伫外邦人中间来做见证啦。但伊安尼见证讲，你起来，我要特别将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甲我要指示的来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甲外邦人的手，我要找你到因遐，互因的目睭开，对黑暗中归向光明，对撒旦的关系来归向上帝。佮因信我，做伫下面，甲一切正信人通得到基业。然后伊甲即个阿基帕王讲：阿基帕王啊，我做假的无违背迄个天顶来的异象，无违背，伊就是伫受掠。伊咧家己咧做，家己个人咧做自白就对啦，家己做见证，讲我安怎受调来服侍耶稣。但我到今仔日受册要去迄个外邦人传福音，但我无违背当时互我的意向。兄弟姊妹，你也去敲找上帝所予你的意向，上帝予你的应允安尼。第三，咱侍奉主是出于上帝甲你塑造啦，甲你册派。意思是你个人拢有家己特别的运数像咱上头的以弗所内底有讲起，就讲咱逐个人有无共款的运数，亲像哥林多内底所写讲，咱是耶稣基督的体，像一个身躯，对头壳顶，对头毛一直到骹颈甲，逐项拢有伊的功能，唔通讲这个较重要，迄个较无重要，这拢是咧讲这的事。当上帝塑造你的材料运数。你有去敲找着无？你有知影这个运数是上帝要予你的，然后你是要来用来服侍上帝的。咱讲较简单的是，有人对音乐真有领受，哇，唱歌非常的好听，伊伫音乐的顶面服侍主。有时我唱歌都五音不全唱歌唱袂水我都无可能徛伫头前带人唱歌嘛我就去别个所在。我无唱，我来听人唱嘛好我来听人讲，我会晓关怀所以你有去敲找着你个人对上帝所领受的恩典啦。提摩太后书1章第9节，咱拄则读的后壁段讲，这个恩典伫万世以前，通过基督耶稣赐予咱万世以前什么事呢？唔是昨昏唔是几工前也是我出世了，是万世，表示。上帝伊的业力，伊是超越时空的啦。你莫想讲这是汉古万世是要偌久拢是上帝的恩典的下面，伊安尼做。讲万世以前，上帝已经使咱什么？大概有这几项啦基本上咧服侍上帝这个项目是上要紧的。头一个，你有属灵的运数有人有基督的运数，有人有迄个预言先知的运数。有人有吟诗的运数，有人有关怀的运数，有人有祝福的运数。这个运数你有去敲找到无？这个是上要紧。第二，你的心思甲创意。咱教会有时若咧布置布置这个像咱这个5月份的这个母亲节咱真侪姊妹足有创意，伊设计遐图画大家爱甲足翕相伊就是有一款的运数伊有这款的创意互咱感觉看到迄个色，看到迄个图，你会感觉讲心情足好安尼。这是上帝予你的创意。有时咱足侪的迄个头脑技巧这拢是上帝予你的。你若有安尼认定，你就知影讲我的主人是上帝啦，毋是我外交，是上帝听我，才互我有这个机会。有的人有一种照相式的记忆毋知你捌听过无？迄读册有够厉害的，对。伊显过。册内底的资料拢记伫头壳内，亲像你翕相安尼，这款人实在是足无简单。咱嘛知咱读音乐的人有一种是，伊绝对音感，音有够厉害，抓了足准的。这拢是上帝奇妙恩典咱嘛看见有人10几岁尔，大学已经读了因为伊对
数学也是对科学都足厉害，超过一般人的温数嘛。所以这心思创意，这是上帝所予你的。过来是才能，才能是经过你操练的吼。有诶工课，我做了久一个熟手，咱教会嘛有真侪这方面的材料人，水电啦、木工啦、土水啦、音响啦，这拢是一个材料，迄是你经过足久的磨练来的。搁一项是个性，甲你的性格。个性甲性格是咱一个服侍主一个基本，因为好像就你是一个一款什么款的器具，上帝予你，这性格甲个性也是上帝所赏赐。过来是你的人生的经验。现实的当然咱搁写较侪啦吼，但是请会记得，这个拢是上帝伫你老母的腹肚，伫万世以前，上帝已经甲你备办好。但保罗伊讲受调是安怎？伊安尼讲，伊讲为着这个福音，上帝任命我做传道者、使徒甲教师。上帝任命我，所以兄弟姊妹，咱毋是先伫教会讲这个我爱做，迄个我爱做，毋是啦。先甲上帝啊，找求主啊，你到底爱我做甚物？你去领受着，有时是透过牧师也是长老甲你邀请。你莫想讲这牧师看毋着人袂找我。你爱想讲，敢会上帝要叫我做这样代志？因为上帝有时透过无共款的管道啦，吼。有时看周报，互你感动，周报写就讲这个代志吼欠人呢，吼咱要呼召征求有人来做这个工课无？咱教会吼需要代祷者，你有欢喜要参与无？吼你有感动，迄就是上帝对你的一个车牌甲任命呢。最近呢，我有甲咱的干事咧讲吼，咱教会因为进入到这个现代影音的世代吼，咱足欠缺甚物呢？足欠缺迄个录影制作的人才，吼咱嘛欠缺亲像牧师牧师做这个投影片，我是上届初步做的，内底无甚物变化，迄个投影片是互你看会到字呢，安尼啦吼。但是呢，有人足够做导影片的制作，做了好看了足雅目的吼，看了足舒服的，这嘛是一种人才啊。咱周部可能佫偌久会报讲，有人我有需要即款工课，有人要受访无安尼？这就是有时教会发布出一个信息，你受感动讲，我拄好有学到呢，我有去参加什么班吼，学到这方面呢，安尼就是开始你试看嘛呢，学习主。所以咱来家己努力的部分是甚物呢？毋是家己我想要经要做啥，是讲。努力去发掘，而且发展上帝所塑造的特色，然后顺服上帝的车牌。毋是讲我要做啥，是讲主啊，你爱我做啥，是教会爱我做啥。迄个顺服的心，比你家己熬做甚物较厉害、较重要。这是咱一个服侍的一个顺序啦吼。最后一项是讲，咱要伫软弱、苦难的中间，你有缘去操作着服侍主的能力。这点互咱平时较无想到，但是你注意看保罗伊家己的生命中间，伊有拄着一款，伊家己用这个来见证讲，我无因为我有拄着苦难，我有败坏，我有跋倒，我有病痛，所以上帝你无疼我，无爱服侍你，毋是，伊是颠倒安尼去感受着讲，靠我无法的，是上帝的帮助，上帝扶持我才有困难啦。所以伫软弱的中间、苦难中间，有得到服侍的能力。所以保罗伊回应是个上重要，咱嘛印象真深的，就是讲伊的心中有一支刺，伊身躯有刺。上帝若要用伊都互伊安尼青龙活虎较好，敢毋是？咱若讲较夸张，讲飞天正对，毋是搁较好。竟然上帝伫即个上界优秀的门徒宣教师内底，一支刺伫伊身上。所以一个信仰的思考兄弟姊妹，你毋通想讲，我也无顺遂，我拄着什么挫折，我有失败，安怎？就开始心就乱去离开上帝。毋是呢，保罗是讲，因为安尼，伊才去找到服侍主的意义啦。所以呢，咱侍奉者是安怎有苦难甲软弱，
咱对保罗会去超出着这个意义。所以你毋通想讲侍奉者拢一生拢行通顺遂呢？有时是因为家己拄着艰难甲挑战，伊知影我若无服侍，一生去了了。但是，请会记，上帝有保全甲成全啊！所以哥林多后书12章69第10节个伫即个提摩太后书1章12节，遮拢有讲起着保罗伊家己的见证。当哥林多遮是咧讲起伊迄支刺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来读这段就知影。保罗讲伊身躯一支刺，伊就祈祷上帝讲上帝这支刺敢袂当甲我刷开安尼啦伊讲，该见证讲，因为是我有这支刺。有人是讲伊身躯有一种病，有人是讲羊形的病啦就是羊癫疯安尼，突然间迄个脑中的放电发生问题，全倒落去迄种的。有人是讲即款病啦这迄个圣经无明讲，但是有人咧研究讲有即款的情形。伊讲为着无互我无因为遮尔多的启示来感觉讲我安尼真样迄种意思。伊是讲即个刺互我毋遐尔晓摆就对啦伊讲我着家己谦卑然后伊有即段话有即段话，伊讲有一支刺亲像病痛伫我的心上，亲像撒旦在试探我，互我无底到骄傲。伊讲为着这件事毋是讲伊安尼作乐意呢。伊讲我3摆求主甲我刷开，意思是这个艰苦我是足挡袂牢的啦。若发作起来我实在是足艰苦的。上帝哪会要安尼？我咧服侍你啊！但是上帝安那应伊第9节，伊讲伊应我讲。我的恩典有够也通满足你的需要，因为你软弱的时，我的开力才会当完全的发挥。兄弟姊妹，这是何等亲赞的一种信仰啊！当然嘛是讲，逐项拢顺遂行通，我安尼骹手勇行，我服侍主毋是较好吗？上帝讲你这支刺，我是要伫你的身上显明我的能力。所以兄弟姊妹，你若有拄着艰难，你有拄着病痛，你有拄着软弱，请会记你想讲。哎呀，这毋是上帝咧处罚我，上帝要祝福你呢，上帝要护你，因为安尼去领受上帝的祝福，领受上帝的能力，毋是上帝要拍消你的能力，是上帝要加添能力互你。因为你软弱的时，我的开力才会当完全的发挥啦。兄弟姊妹，咱囡仔安尼拢软正软高高囡仔拢袂晓做甚物。你是毋是老母完全主管着伊的生活？因为你逐项拢甲伊看便便。但是囡仔有一站就开始你要甲看无爱互你看啦；你要甲抱毋互你抱对毋对？你要走来走去老母老气足老气安尼。所以兄弟姊妹，请会记得，咱一个完全的倚靠，上帝就完全为你负责。这有时这软弱，保罗一次，互伊知影讲，我都爱靠上帝。伊讲，因为安尼，我特别爱夸口我的软弱。兄弟姊妹，有人夸口软弱咧，通互基督的开力点伫我身上。这是基督徒一个侍奉的特色啦。一般伫社会咱看袂到啦，伫郭台铭的公司看袂到啦。你若讲我真软弱，郭台铭讲安尼去等于食恁家己啦。兄弟姊妹，伫主的内面需要这款的人。过来，伊即个哥林多12章第10节讲，为着基督的缘故，我甲软弱、侮辱、困苦、艰难、甲迫害看做好，因为我什么时软弱，迄时就坚强。所以兄弟姊妹，你若看到保罗这款的见证，你就知影讲我无过什么通忧虑啊。保罗这款的软弱甲病痛，伊都会当经过我这款的苦难甲软弱算什么？你就会当完全脱离迄款自我、家己控告迄款的感受兄弟姊妹，咱也看见保罗伫提摩太后书1章的第12节咱拄则所读的一段，伊讲：所以我这在受苦，总是我无感觉见笑，因为我捌我所信的上帝，嘛深信伊会保守伊所交托我的直到迄日。伊讲我无感觉见笑，我受苦无见笑。所以你知影讲，是安那基督徒会讲，
我的受苦，也是我的疤痕，就是我的荣耀，是我的勋章，是安那？因为为主受苦，这是你的福气。因为咱要随便受苦，佫无机会呢。感谢主，因为有这款的态度，咱最后知影讲，保罗伊知影侍奉者要受上帝的固守啦，持守固守同意思。提摩太后书1章13节讲，就用你对我听到这个健全的道理做模样，坚持咱甲基督结连来得到伊的信心甲真爱。14节讲，就固守通过点字内面的圣神交托互你的美好信息。固守就是你家己知影你家己的不足，所以欢喜听探这个道理，互基督来坚固，然后伊通过圣神来坚固迄个美好的信息伫咱身上。因为最后咱做一个复习，就是活出侍奉的人生。第一，确信你受上帝所呼召；第二，追求上帝互你的恩赐是甚物？有的恩赐是会学习一个，有的恩赐是天生的，比如你的性格，你家己的特质。但是有的恩赐，正如我要学拍鼓，我来报名拍鼓上课就会晓哦；要学圣歌队，你来练习就会晓哦。但是有的上帝互你的恩赐，你去挑选出来无？你有好好用意无？第三，你是毋是愿意顺服上帝的车牌？这真重要。咱毋通亲像迄个用那吼，上帝呼召伊逃走，逃走到尾嘛是上帝甲掠倒转来啦。佫最后，这点真深赞的信仰，就是伫苦难甲逆境中间，你有去服侍着，你有思考服侍意义无？你有对遐得到新的开拓？毋免惊啦，上帝互你靠啦。有这款的信心无？感谢主，兄弟姊妹，咱望你有读过这个标杆人生的这个侍奉人生的话语。咱即马佫进入到6月，要来读这个宣教的人生。